行珠海军呢，客家地主出来打满都有名有分量的金钟影帝哦。今日的金钟影帝，俺来介绍不卖人第一咧，哎，今日要土语，哎，孤独真孤独，钢铁人为天国，水大田作黑国，台湾头上到台湾面，就算挨水白。有人想来讲啊，手气又压擦，脸皮又硬厚，有钱唔晓事啦，有钱唔晓事，手地老几看到个鸟通国啊，鸟通国，挨咩乜嘢？挨你就系鸟通国。出家特别邀请到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唐传太哥去到海军中学校武侠班出演不了。唐传太哥是苗栗客家人，是2摆拿到金钟奖嘅客天。韩国啊，长期表演客家说唱艺术，客家话绝对冇问题啦。今日演舞地点就提唐传太哥家父客家别嘅斯坦，大家睇好，斯坦没有金钟影帝哦，今日也4站嘛，就係由海軍來帶路。過程當中，兩殺愛學設計嘅武俠法，看班人拿到卡到本，就做得老主持啲，也係同高飛帶陣戲，首先挑戰來去了。你就要用乜嘅金鐘影帝，按個銜頭，你就怪嚟先咯。冇怪唔啊，敢講正經的啦。因為最近係喺度南莊嘅龍門，你斯坦橋啊，咁樣動咗來咧，咁唔信我兩個人，直接講我100個都100個。講到一個斯坦鄉嘅人啦，嗬，每一間屋嘅啊，嗬，全部都親熱情，唔知做呢啲乜啊，嗬，唔揾到乜嘅。唔係有好奇嘛嘅，有乜嘅寶，一切推我本鋪嘅，伊還會調出來本來鋪，還會介紹本來人太家人啲咯。啊，世俗唔信，唔信係咩？唔信，嚟通來一看，嚟，注意見，嚟。哎，看到冇？插貨店咯。這些事情剛好嚟插貨店咧，你睇地波出嚟賣，還沒打嘛，賣自拍的。調價貼，調價，你好，哎呀，香夢松香呢？可買做龍蛇肉啲啊，都是太麻了，太肚房啊！太肚房，黃調價好咧，一間差不多很快咧嗬。亞公叔都開了。亞公叔間你多年嚟啊？算咧，民國42年來講咧，話亞把16歲就接入去點多呀嚇。咁樣學插貨店應該唔咩係哦，唔咩，老帶係開始味素。前面所以都加減嘛嗬，鄉下加買到個牛縮啊、乾縮啊、湯啊、鹽啊、米啊，一面成啲東西啊，啲啊東西全部都有，做個大杯鍋嘅全部係掉落一包包，愛上去凍下來啊，啲嗌咗係忙出色哦。而家時節都係忙出色。忙啦，好上癮啊，好上癮啊嗬。係你唔同樣啊？唔同啊 Q 樣啊？哎呀，同學嗬，差到2歲天天嘅啦嗬。哦，今乜嘅東西都有嘅呢嗬。係啊，都冇咪。慢慢咧，剛開始壓住要做板凳頭。看到你啊咧，金椒吸管。金椒係乜個意思呢？金椒係姜椒喎。喂，乜個姜椒喂咧？乜個意思？唔咩啦，一個唔咩啊，你嘅武俠法哦，一個無影文哦，一個無影文啊，搞你影文哦。Ginger 就是姜麻嘅意思。哎呦，一下人哋武俠法哦，未開始愛國際化了，用下英文啦。冇唔錯，今日嘅斯坦金鐘影帝嘅挑戰，主角就係 Ginger 姜麻啦。調教不卡嘅薑汁花生糖，第一按演嘅斯坦3行啊，賣嘢62年呢。調教嘅阿爸係創始人，背面年紀太爺，高身體以後就交本調教來接觸，一下就來去做下看看啦，薑汁花生糖到底有乜嘅相應嘅魅力咯？也像牛溫費樣，溫叫嚟做嘢。嚇，牛溫費樣啊，溫叫嚟做嘢誒。錯細看到睇咩？哦。要作膠貨嘅。調到底都有摻水。水有芒啊。芒啊。哦，但係芒啊用嚟做冰糖。冰糖。係。糖果嚟做樣冰飯條。飯條。錯。啊，主角咧。姜麻。係。但係唔看出啲咧。呢個芒芽就芒芽糖，佢下咗個冰糖。芒芽唔啱。
cái sắc sắc ngang thòng à, cái mồi thòng, cái chung mang ngà số à. 哦， nó ăn ngà ăn hè, chung ăn mang ngà số à, lúc ngào cái ngà số thì phải liệu. 了解了我边同这么爽，样东西出来哟。冇真材实料，冇真功夫的哇。那要做出真的米头盆才把生咯。对不起自家良心，对不起顾客。台湾人美吼，讲是饭头糖，一动香，叫嘛吃落去哦，牙齿哦，牙齿有会补去了，那个热气啊，好补气会太啊，牙个保证唔？挨落啊，哎，用办公保证唔会咯。因为牙齿我牙水煮嘅饭头嘛，哎，牙咪用油煮啊，佢唔会热。 唔会上火。哎，冇讲火的。按現道嘅調價對自家嘅飯頭糖當有信心麼？飯頭洗上嚟過後，可以放到糖漿肚香來煮30分鐘。佢講啊，頭擺將加把多嘅時間係用機器來大量生產。當米發現米絲冇買一炒，就要改做半人工嘅方式來做。佢講頭擺細細時間冇機器，佢長頭哦，我祈禱我嘅順行堅攪30分鐘啊，真叫我開心人哦！ 今天还要多。一咩？你那个武器，好。好，平安是。哦，有，来倒了一，哦，七七叉叉嘞。哦，地面武器啊。哇哦！饭头煮下油，係叫唔多油，所以按那起烤點冇咁樣，按那煮多唔好，用下好啊，哎，讲好得了。香哦，好香哦，好香哦！阿妹哦，哎香。哎呀，哪一句啊？差唔多誒10分鐘多。 條家講做飯頭糖嘅時間，先見做唔得耽誤到。飯頭煮好過後啊，就愛甜甜多多邊嘅香，留意鋪平來，係冇哦變硬嘅，佢就差味啦。韓國唔可以鋪平用嘅工具，係反時呢，係限定一下個。就以為做飯頭糖當天，我做頭家1禮拜，搶做200，買提過後，爭做下一批咯。 磨一下棍筒啊，沾下锅里，沾下锅里。油啊，我擀面醬啊。啊，我現在去。啊，牙白一些都油啊。有人家貴錢係人家貴錢。錯。按你要會保留它的一顆一顆的。錯。要唔然你比黑難睇，賣相也好看。哎呦，乜都做出來了。而且輕輕啊耶。我用輕就好。用輕就好。好。你等我上哦。有哦。你對以前人講啊，大樹頭啊。 哦，安尼啪，係咪？我打嘿，炒我整呢。整形。人家以前做來做嘢個，大家做咗大薯頭。大薯頭。哦。做咗飯頭就講話薯頭。今日人工整形。哦。係啊，一種人盤頭髮睇用。你睇張姐，安尼我上服用嘅有嗎？人家講。安尼就好呀。捏好，我抽就係運通嘅。弟弟。哎呦。人家張好咗來顧客語嘅咩？咁我安尼啦，5000年啦。好啦。啊，安尼啲學有下翻我注意堂哦哈。啊，注意人數哈。來哦。七星沙講乜嘅？好啦，飯頭8號還有魚，啱講。飯頭8號還有魚。飯頭就花生米哈。哦。啊，8號來。 8號以後。啊，8號來。飯頭還有。 要做飯頭白踢，好像也還有魚啊。哦，還有薄薄的衣服啦，哦，來講解100。飯頭8號還有魚，一個魚啊，同個魚成咧魚，沖鹽啊。哦。一把按照聖經入嘅。佢講，醫生講飯頭8號還有魚啦，還有一道意思啦。係咧魚同魚。還有姜啊，還有姜啊，還有辦法魚啦。 飯頭8號，不可以。呢度分享唐山太哥見本日第100講015下，齊先生手下留情哦，也記武俠法請佢分享啦，唔係考試暖身賽。鋪平過去嘅飯頭糖下冰比涼5分鐘，撒下來將老記曬到冰嘅香來切，呢度半飯頭糖做得拿下來，表面愛降溫。 頭家係用食布嘅去出冰嘅來降低溫度，佢當沙皮嘅講，也是佢自家想出來嘅樸素哦。一種樹幹，所以外國嘅岩漿魚殼，同時做做過100遍1000遍咯。好漂亮哦！沒看到唔怕你食咯，按講。老闆係做咗，我白行過去咗。哦，要挑人啊！所以連做出來，阿爸嘛學老豆。係。
你还有没有觉得清欢喜？哎呀，要中大耶！真正我要做来做，我就会想讲，佢唔会做嘅其他东西，我做下一笔看到啲保险去。因为唔做比佢做得行得深。杨多嘛嘅啊，金边一挑战嘅关卡金中央啲金金角，对啦，金角，哦，最近咧，哇，迷人的琥珀，哎呀。你也懂轻松的，给你第一天吃才有侵犯你。哎呀，照的有没有漂亮？有没有漂亮？哎呀，伢人那装的那乌黑花的，一个脱帽子。脱帽的啊？哎呀，有咩脱帽的啊？脱帽的啊，不过人家个帽的啊，让我头拿当好，汉人呢讲，让我头拿当好下来。啊，下帽的啊？还有种讲法喎，點講？人家生意啊，醫生啊都許多奶啊，許多年木卡，一個許多用咩行啊？你摸下搏下來哦，唔好你低定咯，佢搏下來哦。佢要拿我一種講法。芒是看過，芒是屁股。好香哦！月桂香水，也係世界上最貴嘅月桂香水。糖果。貨中龍呀，千號中哦。啊，按用可以上岸多咯。因為我有攞佢宣發過嘅。佢買過嘅。對，買過嘅，高興過嘅。高興過嘅貴貴菜哦。宣發過嘅。你其他哦。係有種講法喎，點講？人家生意啊，醫生啊都許多奶啊，許多年木卡，一個許多用咩行啊？你摸下搏下來哦，唔好你低定咯，佢搏下來哦。佢要拿我一種講法，摸嘅，佢做太人係個生意，我當要禮貌摸唔低定咯。一搏唔咩嚟用搏你腰嘅啦，你飯條學人家就唔看要。輸到有個薄嘅印象。哦，要白輕咧啦。哦，白哦，白腰嘅。白殼嘅。哦，白殼。係，飯條白殼係要耳咩？薄膜。飯條白殼係要耳咩？係要唔係，所以係要耳。係要耳。好，我啲同日拖有關嘅那個脫衫褲。那個就脫衫褲就是脫衣服。你嚟看一下。好。脫衫褲。就脫衫褲啊！貴人係有個講法，叫做脫衣服。哦，脫衣服。哎，那脫衣服係哦。好，再來。哎呀，剝花生。白飯條啊！白啊，到底係白麥條。白飯條。白飯條。有得時係脫薄飯條又白。白。有啲係薄。哦，薄又係薄。又係白。哎呦，冇想到按研究嘅條件對烏合法未有研究呢，一成機佢用係先生本堂太過嘅見面禮，唔係考試啦。實體看睇用真情和好心做出來嘅醬汁花生糖，撒下來愛去天醫館了。地點就係喺斯坦台山縣所看嘅一間傳堂，呀，要留人呢金鐘營地嘅奶茶有關係咯。啊，你做埋咧，范大哥。哎。嘿。天中海上了，雜金苗栗斯坦。重點係啲嘅。呀，地中海香料煮很多月桂，煮香人家的新香料哈，煮香人家就煮出來咗嘛，比如九層插啊，四葉插啊，像薑麻啊，其他東西就會安陽嘅香料。哦，明日范大哥。老奶奶介紹怎麼認識香料，好，對不對？然後還來吃東西。好嘿啦，那個香煙是模式有嘛意思咯？哎呀，哦，哇哦，斯坦沒有地中海料理哦，也真然本人唔敢相信呢。月桂係西方料理當家用到嘅香料，每本看做係光榮嘅象徵，實體雅典奧運項用佢來當做係金牌選手嘅冠冕。嘅番條架嘅奶爺係香草植物專家，有一擺佢接觸到月桂過後，就被想到誒，後面發現斯坦嘅氣候、老體型，當適合來種月桂，故所就對半年前開始來試種，種嘅半年真成功呢。芒是看過，芒是屁股好香哦！好像係你細妹兒嘅香水哦。對，呀，主要做香水嘅月桂香水，主要做。
全世也还有世界上最贵的种野龟香水。韩国全台湾养翻泰国啲嘅種係咪？新鮮咧，我種最多，我種3-4千條，好種黃咧，千唔好種哦。所以佢上岸多咯，因為我留啲宣發高嘅。貴馬兒高嘅，對，馬高嘅，高圈高嘅。高圈高嘅貴貴花高啊，宣發高嘅。你奇靠哦，奇靠，也係農業嘅一種技術。啊，你龜乾除了做嚟做香水啊，跟住做酒，然後做料理咧，可以食咧啊！係啊，哎呦，可以做乜嘅東西咧？等下是啲。落去看就啲咧，上到落去啊！調帶路。一間村堂都會調價親屬大草嘅喲，基本除咗香草花園，仲係當獨嘅香草植物以外，還結合嘅民俗，就連料理，咪係西洋撈客家調味融合嘅喲。呢度會做出好食嘅料理，調價連燒烤師傅用嘅磚窯都係自家起嘅呢，實在很香哦。而講到磚窯，一次先生也用時，天天就想到相關嘅武俠法而來考試了。味道本太家是好東西啊，有冇出的題目較簡單？翻譯講磚，好發嘛？磚咧，磚就當簡單。翻譯講碎掉的磚頭，合翻用板講咯。四隻是鐵質係磚，鐵三隻要磚，啲手就有轉，啊，轉來轉去，咩唔錯噶？轉咧，磚。泰國咧，哎呀，轉想唔出咯。俺哋兩位那個長輩啊，又唔提供那個碎磚怎麼講了？超冇，也就正正經經的、兜兜貼貼、實實在在的武俠法啊！好啦，快講啊！這個問題哦，講，磚頭磚劍啊！磚很簡單啊！我爸爸常常跟我講一個磚頭磚劍呢。我現在跳啊，流起來哦。哈巴最有用，哈巴最有用。中秋節的時節，寒肉嘅時節有冇？那時候還沒有那個烤肉架的時候，就要用那些磚的有冇？轉頭轉劍，貼起來。哎呀，真是的，磚頭磚劍啦！哎呀，啊你上去到的啦哈。哎啊，可以是嗎？啊，中午可以吃飯了。天氣嘅武俠法很簡單，而兩個既然都冇講錯，殺下來真叫佢加油到位啦。番頭家用野龜做出來嘅料理，就係一項開到香噴噴嘅德國豬腳，但炒湯一個上癮啊！哎呦，大家就會點出嚟啊！韓國啊，番頭家還結合嘅客家嘅風味地地包喲。哇，哦，最後彈過來，啪，上面彈過來。OK，也有給很多哈，也很多醬料哈。這個是什麼醬料？客家米湯哈。客家米湯，酸甜的紫米。對。你知道嗎？個米湯？有啦嘛？金桔。對啦，桔醬。那就鐵種開嘅紫米哦。哎呦，做得可以試試嘛啦。做的。醬用。做的，啊你這個唔是哦？哎呦。剛剛是什麼？是香菇。做的，吃個了。我先吃個，炸饃，好沒有？你話好吃。沒有。吃它多好啊！沒有，真給它改啊！終於咯，好吃咯。哎，這個就是用那個磚窯推出來的。對，佐料我先標比尖，所以用野龜去尖。煎豬腳。對，煎豬腳、滷豬腳，滷到後夜，你滷2-3日以後呢，將標到嘅整落整細掉。哦，用光一團。對。要按着配一嚿啊。差唔多40分就做得。我試下個豬腳吼。伊麻煩咯。伊麻煩呢，要等2-3日過後樣可以先嚟吼。盤香哦，5分鐘就熟的，盤香5分鐘，盤下是人工呢。就因為料理嘅過程都麻煩，而且一項菜後，前後係事先來1天，希望可能2天係3日咯。番頭家前早開啲台北開法國料理嘅傳統，背面因為中意斯坦一片嘅氣候，然後水質，就會辦到日來吃。
同時未開一間餐廳，為到愛圓自家嘅夢，睇下連建築嘅設計圖都係自家畫嘅呢。哎，都厲害嘅。厲害耶！啊，你曉得這個建築方面的？厲害較難，厲害較簡單。厲害之圖，也基本呢，畫好以後這麼搶工藝，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好，一簡單的事情。那你一步一步這樣子監工，對。監工之下絕對不會有 miss 掉的。唔會，也要自家當然款待了哈，一天一天的去完成。啊，你這個監工咧做出來啊？對。啊，你要花一個月可以完成，一天安排給你1年就完成。老自家嘅珍藏係個夢想結合同融合，翻頭家啲斯坦古定當前看本源玄顯嘅成分，結果自家正亦係當好運嘅人啦。除咗享受料理老客家傳統，佢咪老客家人嘅鮮草係個搶草優一條，融入嘅斯坦嘅好水，做出一項本人當唔敢相信嘅傳統。故說啊，一片就變做斯坦當有名嘅特色傳統咯。食飽連拉嘅，開句係個淘汰過，繼續按落去睇三觀了。也咩老斯坦嘅好水係有關係呢？馬家呀，一片去青山別那個，連衛星導航都尋唔到呢。一片，哦，哎，你看，很強啊，哎，好萌啊！莎莎等董叫人呢，唔跟你叫嘅啊？董叫人哦。哎，你莎莎去薯條啊？哈，莎莎去薯條啊？咩啦？阿妹個日嘅揮別食安陰影，有機芽菜大口吃，乜都營養。個人都陰影啊？要中午在曬太陽。冇晒到你條幾樣嘅胎。係，你的好漂亮哦。還買個東西？哎呀，你有冇看到啊？我想看這個。啊，好強哦！你可以吃一點點，下面的是不要。它會有辛辣哦。啊，可能這個可能是中辣。那個米西。唔會啊，不會啊。會辣辣的嗎？你會辣辣的？不會啊。你就買瓦薩比有冇？真嘅唔買？嗯，真嘅。後坐力也蠻強的哦。嗯。出現了！啊，芽菜大口吃啊！哎。别食安阴影，有機芽菜大口吃，乜都營養。個人都陰影啊！要中午在曬太陽。冇晒到你條幾樣嘅胎，我嘅氣球哦。啊，唔講條都叫我夾來。上來看啦！對。殺！哦，你聽話係冇？誒，唔係無頭嘅，無條嘅無頭人。啊，唔頭都講殺乜嘅，又係幾多啊，對，因為時間。係啦，啊，送去市場本人啦，係冇？哦，付時間咧。韓國五折整條已經送出一批出去了，是不是？再出一批了。要送出去幾批啊？今天要送3-4批差不多。啊，重點是要送去哪呀？終於有機店、超市啊，或者是有在幾邊送有行業冇？有在一邊合作。希望劉天發團體啊，嗰個錢留下了就可以。哦，係啊，帶到台北新店嗬，得搞一樣先嚇。冇問題，冇問題。都唔要啊！冇問題。啊，真係你嚇涉案嘅問題哦，睇下動強啊，唔過水岸槍哦，散岸槍。散當然水懂槍。係啊，出來東西。用我們這邊的山泉水。對，然後空氣也很好，所以栽種的芽菜就是很甜。水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山泉水。對，沒有水就不行了。韓國頭擺啊吼，還冇水庫嘅時間，係咩一條路海。哪個滿塘啊？來來塘啊！係啦，本來嘅山泉水啊，哦，政府講哎一水動槍啊，出來蹲一隻米的水庫嘛，蹲起以後咧，啲水都冇嘅啊，唔過還係繼續用咧露天寮嘅山泉水哦，嚟繼續咧做咧條種咧條菜啊，種咧條無嘅，咁所以你又得猥瑣嘅。不管你種嘅東西啊，全部啊，豆漿啦，誰啦？哦，它就自然會有一種甘甜味的水。原來一體三觀就係金鐘養地地波嘅養揮別食安陰影啦，一片就係啲明德水庫嘅水源保護區地波嘅芽菜有機農場，設啲安逸嘅味素來種跳芽菜，就係因為愛用到好水。一片嘅跳芽菜有機甘甜，加上啊，每一般跳芽菜嘅旗下皮油。
哎呀，干嘛了？谁啊？这么对，这么对。要这么冇空用诶，冇空用的东西。要全奶不是谁哦？不是，因为给采收用剪呢。哦，你光把这个那个泥土啊，那有哪一地方可以剪那修修啊耶？哦，这个是芽菜啦，是苗，中法冇空用。哦，苗老牙无空样啦。都大有一斗种，芽菜啦还是苗菜啦？你们有分几种？一种一斗种，大概20多种。 20多种，但是20多种不是每一个都要洗，呀个像苗菜就唔是谁啊，剪那修修啊就好诶。除了有体味以外咧，要木香啊！哎呀个要用谁？多下伊咩？唔多嘢片要木香哟。要有体味啊，要木体味咧。一洗緊嘢係乜嘅啦？出攞泥洗睇。唔係要木奶，要黑芽菜木奶。那要洗什么嘞？把它的一些豆壳，像这个壳，这个末，剥起来的壳。对。哦，跟有樣哦，跟收到演員春見咧，會料到啊。然後人講哦，講唔講哦，古強嘅水最強。誒，清唔清哦？古強人最清啦。我見來了看到有按讚嘅師傅，有按好嘅朋友嗬，真係嚟下接到來真嘅。原來一個有機農場唔單止係種跳芽菜，沒有種苗菜喲。簡單來講嗬，跳芽菜就係用水種出來嘅，就係黃跳芽、綠跳芽。苗菜咧就係用奶種出來嘅，有野味喲，安尼大家就知嘅嗬。魯平講苗菜做得細一條，唔過啊跳芽菜是一時嚟都做唔得見到講哦。呢度本大家了解有機好食嘅跳芽菜係樣嘅種出來嘅。今本日魯平就破例本人做得一批密室地波來試一下，做得開5分鐘嘅天婦哦。好冷哦！对啊，所以我要在这里面採收啊。美國做唔得開貨，你懂未啊？哎，做唔得葵風咧。係啊。我哎，莎莎，我们赶快收完就要關燈。好。趕快收來木香啊！這是我們的黃豆芽，你看我們黃豆芽。哦，我哋條都看到呀嘅。有冇有看到嘛？有看到嘛？有啊，還有咧，這度講先哦，其實咧是隻 Q 感嘅感覺。哎，冇不用擔心，如果這一批有問題的話，全部給他買。全部都買。冇問題。哎，就頂個寶馬給了。很有做的啦。不過對啊，比較想知道這是怎麼做，它的那個發芽的過程是怎麼樣，一步一步。怎麼樣種啊？我們是用這個用都會種誒，要底部你會看到要一層要海綿，讓它可以扎根。然後我們是選有機的木條誒，有機的種誒，要黑木條要種差不多5年。5年就做得嘞。對，5天種5天。所以這個有5天了嗎？要嘛，要行種唔得，佢要行按段，要喺唔係動段，要行種唔得。種條刀嘅冇上痛啊，種行你睇要動刀。要行喺4年行種唔得事。4年咧，你懂噻？不用噻。黃豆芽的4年咧，嬰兒、嬰兒呀、baby 呀。哦。 baby。哎，冇漂亮呢。要個太黏，要按時4天了，差不多4、5天。你看這個要按時，要2歲，要4歲。哦。啊，正經我5歲5年。該用熱清嘅係無去蔬果時嚟，我用啊。就啊，長什麼？它的這個根就會長鬚鬚出來。哦，因為上勁因為。上勁啦，因為後生。唔可能，一對黃跳芽生到結漿誒。魯平講，有好水就可以種出跳芽菜前基本嘅條件，再過來就可以有好嘅技術。就一種種跳芽菜嘅下邊，就會見到似當當年生發明出來嘅喲。一個跳芽菜農場有將近20年嘅歷史誒，對一開始嘅綠跳芽發展到一下有20來項嘅品種。魯平一家人向下努力，一步一步誒，撈一片變做台灣嘅跳芽菜王國咯。哎，你們有種韭菜呢？哈？沒有韭菜，不是韭菜。要買韭菜啊？這很像啊。小麥草，螞蟻草。螞蟻草啊，小麥汁的那種小麥草。哦，這個我很喜歡喝呢。精力湯用的。哦，幫我留一盤，幫我留一盤。冇問題。真的好漂亮哦。要買個東西。你買開落啊？我想看這個。啊，好強哦！我買開啊。蘿蔔苗。蘿蔔苗。不是蘿蔔苗啦。蘿蔔苗。咩？跟住睇起來做嚟拿嚟食炒菜。嘿，要做在食炒菜。你看過啊？東西。這個也很像，很好吃哦。你可以吃一點點，下面的是不要。它會有辛辣哦。可能這個可能是中辣。那個米西。不會啊。不會辣辣的嗎？沒會辣辣的。你就買瓦薩比一樣的。真嘅唔買。真嘅。後坐力也蠻強的哦。
出言了。啊，芽菜大口吃啊！哎，唔讲你啲老片苗，嘿，老片苗，啊奇怪，你市场好买又唔是买来炒的，香辣香辣哦。很呛。做生菜沙拉，赏生哎，哎，真嘅呢，怀念街呢，对，它是十字花科的。哎，有老片苗哦，有后坐力会很香哦。有没有大口吃？花烛夜，不要了，别得了，后者真有后者。哦，这个有后坐力耶，这个很强。除咗當時有看到嘅羅片苗，一片還有條貓苗，韓國有嘅上到當場棚改啥嘅葵花籽苗，以前嘅限定下個。誒，講到一片，叮鈴，線上要來考試機無合法理。廿八嘅考題嗬，係留聽牙菜嘅牙腔炎嘅牙齒有關係呢哦。咁嘅第一個牙根，客家用講咯。靠幾條？來，你來。牙根，牙筋哦。哎，操！哎呦，哦，姐姐呢？牙筋，牙管，唐大哥。牙腳。哎呦呦呦！哦，臭！啊！我就比你还严明了，我不要。呀，泰國就係泰國。牙腳。誒，泰國就係泰國啊，冇空呀。誒，牙腳都穿帶下嘅部分咩？對。嘅牙是生起來嘅穿帶下嘅部分咩？就像人嘅腳咁樣啊。哦，呢個腳係按嘅意思啊。那第一條，看到牙齦發炎，牙齦發炎。牙齦迄嚟幾點嚟特別係講牙蟲肉，有冇講？有，咩有人講牙蟲肉？有啊，牙蟲肉。有啊。牙蟲肉講法。牙蟲肉抱起來。哎呀，你打泰國。牙咩嗰個抱起來？踩起來。真係解。踩起來。牙蟲同樣有關係。牙腳抱起來。哎，你看當槍呢。得獎的是。牙腳抱起來。又係泰國。哦。啊，佢就第二條先。婆婆啊，牙腳不過也有人講牙腳泡泡啦，講嘅習慣冇咁樣。哎呦喂呀，講嘛真係係老嘅啦啦，唐太哥一下就講錯嘅兩題，海軍係一題都冇講錯，故所見面嘅 TCT 微笑係兩啥都唔對，一下請先生來公布答案咯。呀，睇下你掉嘅啦，啊，有本事能靠到。有到牙絲絲嘅咩？牙絲絲當關係咩？有另外一種叫傻笑。傻笑。哦，你講他跟牙絲絲傻笑也是。誒，牙絲絲較上通啊，比面笑、面嘅笑，較上通啊。係啊，係咪翕相嘅時候講牙絲絲嘅，哎，就翕落去啦。哦，葡萄汁會皮體，其實葡萄汁大家講話，紅龍果汁沒空腰，因為你食間冇可能攞鹽熬到當面嘅。我們果汁大家加汁啊，都全部都大都綿綿，你看食落去它好吸收，所以可以補充一下體力一點。如何？哎呦，在回春了呢。放兩個。係啊，係咪翕相嘅時候講牙絲絲嘅，哎，就翕落去啦。哦，先生，果面。好，還有哦，還有咁樣齙牙，食糖果冇？牙樣糖果牙包包。哦，牙咩有糖牙包包。咁樣按你形式。洗腳師。第一老師嘛我講啊。係，你講。沙尖嘅沙。牙沙包嘞。沙沙誒。哎嘛。牙沙沙跟這個不是一樣嗎？對啊，咁樣按你牙按你嘅以前咁樣啊。牙沙沙，而且你見面，見面學到哦。哦，牙沙沙咧，牙沙沙咧。先生啊，都進來。唔該你。天機牙沙沙嘅，喺線上嘅提示之下，唐太哥講錯你，沒想見拿到一分啦。目前類似嘅成績係3-0，唐太哥兩線勝負了。考出嚟無合法，接下來魯片考搶兩位團官啊，也係乜嘅呀？也嘅哦，阿弟啊，阿哥，破布子苗，唔係
等下，我就点。荷兰豆。bingo，啊，这个荷兰豆啊，荷兰豆。豌豆米。那这个是苗而已。对。这还没长大的苗。难怪它很萌，像 baby 一样。那它有长大的样子吗？有。在哪里？鸦片。鱼浆。哇！这它绝对炒的呢。来，用来高安呢。弟弟先示范。像我们这拿起来，对不对？我们这有那么长嘛，对不对？那么长的时候，我们不能剪到底。剪到底的话，是它纤维会太粗。也当过烟抡了。剪下来的话，它是可以发芽，可是呢，我们就是不要再发第二次了。我再发。对，因为我们又当肥料了。这样的豌豆苗就会很糯呢。哦，一般就做的嘞。豌豆，你该休息了，你去当肥料。卢平讲，为了维持品质和个口感，热嚟种嘅豆芽菜都单枪铺100天，因为天100铺出来嘅就冇按好食嘞。一下要用雅福卡嘅产品做沙拉手卷，本海卷和个糖太高，上看那亲切嘅米絲哦。两个生意按好上，两位晓得去发展两个有别的东西。对，奶奶以前因为我们是客家子弟嘛，比较穷苦嘛，然后奶奶就是以前用一个那个茶壶种绿豆芽，我们后来就是把它吃到那么好吃，然后后来想说这边是山上嘛，然后又是原始的地方啊，就后来就想说种绿豆芽，对，刚是母香豆嘛，某香豆种有机也没有，完全没有，那时候没有想到，后来是有人介绍说，哦，你们的东西是很好的，是很健康的，然后才介绍我们就是走有机这条路方面，对，因为爸爸是白手起家，就是我们在种的时候是没有去跟人家教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前面都做赔钱，对，56年都赔钱。我们倒掉的豆芽菜啊，应该有一座山，上千斤吧，上千斤、上万斤。天民国90年，邱爸爸因为事业无顺时，想要转行嘅时节，就突然想到头摆阿妹种嘅绿豆芽。故所就转到斯坦萝卜叶片，开始潜天奶、潜水，发展豆芽菜嘅生意。刚开始已經40萬元嘅家私啊，嚇到當到熱客啊！故所生意當差，後面邱爸爸就到登山路線落去擺攤呢，按樣天天呢打出嚟名聲。一下邱爸爸想要退休，慢耐去搞了，工作就搞本阿姊老太來負責，一家人向下打拼。老阿婆這樣時用茶乾呢鋪出來嘅豆芽菜嘅好米絲，推廣到全台灣哦。聽睇嚟今日嘅奮鬥故事過後，接下來兩沙喺向定天使館來前進咯。一行喺第4壇，唔過喺啲高山當空哦。哎呦，我見過多忙啦。我甜死你啦！真做到位啊！天拜上日節目咧，你喺度講好聲冇啦？還真唔敢來係咪？唔敢來啦！哦，達成我的目的。冇啦，開玩笑啦，打咗玩笑。冇啦，你看到茶位，人來啦。啊，你前下條講到神鳳書誒。神鳳書啊，係啊。哎，第二個。哎，家母咧嗬。神鳳書點啊？擺住啊！調架啦，調架啦，嚟，這動作啊！這動作呢？至少這一筆吃過的，吃到可以做蘑菇用啊！有種人水菜，用我哋包東西。吃豬皮呢？好，你我嘴。走嘛！走。那個東西啊，是我們要找的東西嗎？帶你從一多蛋糕。這蛋糕呀。帶你從一。那請的東西，再把上東西，再扭開哈。鳳用過。Go！哎呀，家下要注意聽唐太哥講嘅放龍過一神則師冇唔錯，天使館就係愛情有帝王之相嘅放龍過啦。放龍過嘅主人嗬，其實係披薩，家下帶路嘅神鳳樹即係農夫嘅斧頭葉，一定要靠下努力，就會有水果界嘅明日之星哦。哇，綠色的呢？哎呀，這個青龍果啦，那個青龍果啊，就感覺要奉天師咧，那麼個青龍果嘞。你們注意看一下，這個為什麼叫做黃龍果？你看這個鱗片這麼厚，這麼漂亮。幾片啊？你們稍微看一下。把那個火龍果哦，夾鱗片還細細長長，啊，要做個黃龍果哦，我夾皮夾鱗片，也就全部用按盤。別貴啲啊，不如變落去空下打，啊，一拋開就打上去。貴狀去打，嘿。
因为在抢啊，要缝啊。你的意思是说连皮、呆肉，呆肉、底杯子，全部打落去。规粒要洗洗啊，从切因为你来传统像说葡萄汁会劈开，其实葡萄汁它给精华，黄龙果籽没重要，因为你色干某块老饮料都懂绵的，你用果汁大咖，给它汁呀的全部都大都绵绵。你看吃落去它会吸收，所以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呀的。老板，再来一杯，再来。哎，还别了，你还别，还别了，哎，莫起来挑东西呢。莫起来，而且有机的。我给你，哦，赞。有机真好，真好，有冇？如何？哎呦，赞，回春了呢。放凉果。哎，也是咩皮长长嘅火龙果哦，也可以做得连皮挂肉腔下食的放凉果，也係历史上行一件要400到600嘅元呢。種放涼果嘅鳳太果哦，本單可以做5件生意嘅，背面而啲日日愛年紀太爺不平嘅，當只愛帶啲日頭走醫院，看到大家為到康健嘅問題當辛苦，故所長有想種康健農作物嘅想法，背面就開始慢慢去尋便宜，前面爭尋到斯坦來咧。洪老闆講伊帶台中太平。海边嗰邊磨山的好種的，冇這麼人家種啊。斯坦的山呢，老一般因為都沒有污染。哦，沒有污染呐。屬於嘅作物，不管柑莓啦、火龍果，吃破壞的就品質就比慢也好。所以要投價是當金。優勢環境。對。更親近呢？親近談了什麼？你很精明，聰明啊！不是我聰明，我是為了大家的身體而做。因為我住在台中太平。为了我自己健康，也为了大家的健康而做。我的理念是这样子而已。我为了做有机的东西，还有让人家连皮能吃的东西。对，我就一在台中找一阵都找不到。找不到的话，因为我有树荫的地方，我就摩托一直骑到这边来。我看这边的水空气蛮不错，又看到有水源头在这边，真的不错，就在这边买地固定下来，开始栽种。这样的地有多大？这边的话，我是买1.1+3。雖然有1甲3分嘅土地，不過鳳太果常用嘅9分地來種放涼果，其他嘅土地哦就不以斜坤來養地。佢講到放涼果一個特別嘅水果嗬，鳳太果講也是個主體呢有鹽分的啦。剛好有一天好像太累，還是怎樣想要睡，可是剛要眼睛這樣眨下去的話，看到一個人拿一個綠色的東西，他一直在吃。我說這什麼怪東西呀？隔天早上我就起來就去找朋友幫我問好多人都問不到。有一次剛好到南部有個改良場去，他們剛好說上面的說不改了，剩下來這個株條，我就叫朋友幫我買回來。再種下去的話，長出來說這個是你夢裡面的那一顆東西，對一模一樣嗎？對，就按那幾粒，就一顆，美夢成真了。對呀，就是這樣子。對於安陽嘅經驗，鳳太果自家每次都唔敢相信。佢進一步解釋講，其實放涼果就係火龍果改良嘅新品種，生態嘅目標就係放涼果做得規粒嘅食，保留所有嘅營養，佢其對身體生態嘅好處。簡單來講，就像係健力糖，做得本人當有發力，精神變到更加好。講到一片，我來解開一下，齊先生我來考5號花了。前面我青苔法，5號花顯重個。我考試了。點都靠我們法語啦，一提港田灑。老闆，你知道嗎？什麼意思？國語是什麼意思？不知道。港田灑，我知道。好，唱歌。港田的人很傻，是嗎？當，你說港田傻，耕田人呐。港田人。耕田人係乜嘅？一傻兩傻一傻，那傻是人呐。耕田人嘛。那就係農夫。耕田人。沒有。是叫凡呐哈。港田人。港田人啦哈。加嚟咯，第二句咯。港田阿哥。港田阿哥。港田阿哥。洪老闆。港田阿哥。港田阿哥應該係。法語要個。農夫。就是農夫，我有。農夫有分嘛？農夫分檔都種，種水果嘅人都果農，
够浓。中水田的那港田是还是田哈？哦，就田烘田中水果还是够浓。中黄用过的港山，港山，港盐，港葡，港茶盐就是港茶盐种茶，还有港葡盐哦。有幾番唔好講，港山有港葡，港山有港葡，做到兩條湖，做到兩條湖。乜個意思啲嘛？港山咧當區了哈，要下港葡鹽哦，結果兩條做股啊，兩條做寫做啊，做到兩條湖，就是呢田滿光做些，一直做到田，你就落山咧，全部會長咗。亮条湖。这句话哈，其实是要送给你的，也是在形容你的。感恩。对，围绕你的。港山有港埔，港做到两条湖，从早到晚呐，那么辛苦啊。不会呢。今晡日清明2期武俠化，第6期港田沙，兩沙都冇講錯。第7期港田阿哥、唐太哥講錯嚟，恭喜唐太哥今晡以4比0贏過位珠海軍。考上嚟武俠化，一下馮太哥，我來教大家讓人食放龍果了。我知道你有強調，我們飲食方面呢要走5行。對。怎麼說嘞？在眼前我所看到的水果，只有這顆水果有5行，5個顏色。有個字哈，黑色、黑色、肉、褐色、白色。然後這個是裏面那一層紅色，外皮綠色，紅跟綠的中間，差不多半個月後，差不多就會這邊像這個，就變黃。哦，都有5行的。所以這個果實拿回去，現在你看不到，你差不多放了半個月後。就看得到了，它的黃色就跑出來了，哦，5行的蔬果就這個。哦，這個粉紅色的是有花青素的，對，綠色也有，對不對？綠色也是花青素，然後營養成分更高。對。大家詳細看咯，放龍果切開來過後，連皮掛肉哦，竟然有5種色呢。切好嘅食法就係打做果子，種下淋落去。馮太哥講嗬，食放龍果就會愛食其豐富嘅花青素，還有果皮底部嘅幾層膠質。佢因為打做果子會變到黏黏，故作馮太哥咪建議大家先可以變到冰箱底部，冇就會加啲位碰糖，冰果會行較好食咯。今晡日去卷蛋來啊，西餐有沒有覺得很過癮？還會關愛蛋白3毛。真嘅咯，今晡日哦，當然啦，當天咧。你客家話記發講啊，聽到客家話點頭，講真嘅咧啦。這個東西啦，講好吃啦都會請迷啦。哦，吃開幕唔是吃到暗好吃的東西。吃開幕唔是看到的。啊，今晡就全部了解嘛，都金鐘影帝，就有如你的身份一樣。今晡日為大家精心安排嘅斯坦金鐘影帝西台站嘅旅行，大家很中意呵。未恭喜唐傳太哥禮拜來上節目，就順利拿到通告費了。下個禮拜還有那條精彩嘅內容，約好那條嘅武俠番咯，一場大家愛準時收看咯。武俠，下禮拜見。